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搁来到目仔watch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，中心愿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要安怎量测通货膨胀？通货膨胀是指整体物价水准会随时间增加的现象。换一句话讲，同款的一笔钱，会当买到的商品也是服务变少啊，货币本身的购买力下降。一般来讲，大部分拢是以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来代表整体物价水准。指数起代表家庭的生活成本压悬，有通货膨胀的情形。指数编制拢有伊的目的甲意义，爱注意的重点是指数的成分，甲每一个成分所占的比例。以 CPI 来讲，伊调查的对象是家庭，一个家庭要维持生活的所有必要开支，包括食的、穿的、住的、能源移动、教育娱乐、医疗保健等等，拢是伊调查的重点。用 CPI 这个拿来的物件来代表整体物价水准的走向。其他定伫报章媒体顶悬看到的物价指数有核心 CPI， 伊把 CPI 拿来食的甲能源类摕掉，有效反映长期物价走向。PPI 是徛伫生产者成本的角度的编制指数 ，PPI 往往会领先 CPI。PCE 是美国惠特介意用的物价指数，一个代表终端消费者支出的物价水准。最后 ，GDP 平减指数，伊虽然是一个全面性的物价指数，不过伊一开才公布一届，袂付气。咱搁转来 CPI， 伊会逐个月公布。以美国来讲，大概拢是月中会公布顶个月物价指数是偌济。譬如来讲，2025年6月11号公布5月 CPI 321.5点，咱就会当开始来算上新的物价到底起偌济。物价起偌济的第一种算法是 CPI-YoY， 全名叫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。CPI-YoY 是以去年同月做基期，来量测物价最近一冬到底起偌济。这种看年计算方式会自动消除物价本身的季节性因素。另外一方面，年化的物价起落100点，方便甲中央银行政策利率来做比较，因为利息的报价嘛是以年为单位。物价起偌济的第二种算法是 CPI-MOM， 全名叫消费者物价指数月增率。CPI-MOM 是以同年顶个月做基期，来量测物价最近一个月到底起偌济。这种计算方式受物价
季节性因素影响足大。物价指数本身爱先经过季节调整，即种月的物价起落100分点，若搭物价目标一年起2%来讲，物价平均一个月起0.2%是较适当的。咱简单比论来讲，你若要算2025年5月的 CPI 年增率，你爱先找 NSA 的 CPI， 用5月 CPI 321.5减去去年的5月 CPI 314.1， 搁再除以基期314.1， 最后乘以100，改单位变成百分比，算出来 CPI 年增率是 2.4%。同款的，你若要算5月的 CPI 月增率，你爱先找 SA 的 CPI， 注意基期是顶个月4月，算出来是月增率 0.1%。最后，咱打数据卫生度来表达 CPI 行势的变化。绿色是 CPI-MOM， 咱发现最近3个月拢比 0.2% 低，尤其是3月佫出现物价落 0.1% 的情形，显示物价确实有伫降温。该看蓝色的，蓝色的 CPI YOY 嘛有物价降温的趋势，最近3个月拢伫 2.3 到 2.4 之间，慢慢接近通货膨胀目标 2%。金钱对你来讲是啥物意义？金钱真正的价值无伫伊的数量，伫个伊安怎互利用来实现个人的愿望。最后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再会。